Hello，你好，我係 Ernest。咁啊，今日恒生指數收報18,502，就跌咗176點㗎。咁就而國企指數咧收報9,352，亦都跌咗120點。咁啊，今日跌市啦，成交多翻啲嘅，成交有534億。咁啊，一個星期嚟講咧，恒生指數跌咗0.3%，而國企指數又跌多啲，因為跟國內嗰邊為主，咁就跌咗2.8%嘅。咁啊，當然啦，今日國內都表現其實唔好啊嚇，減咗息都冇乜作用。滬深300指數今日收2,524，咁啊跌咗0.7%。上證收報2,281，亦都跌咗0.5%。咁啊又穿翻2,300點啦嚇。咁就整體嚟講，成個星期滬深同埋上證咧，你都見得到跌得幾肉酸嘅。滬深300指數一個星期跌咗4.13%，而上證咧亦都跌咗3.88%。咁啊，外圍個經濟即係風頭火勢啦。咁啊，其實國內裏邊嚟講嗰個大家預期今個星期六公佈嗰啲數據都係唔會好啦，通脹亦都會降溫啦嚇。咁啊，經濟放緩加上呢個出口數據嗰個差勁啊嚇，咁啊危機四伏。咁啊，終於國內都按捺不住要出手去即係減呢一個存款同埋呢個貸款基準利率0.25嚟到嘅嚇。咁啊，最重要就係話都係3年半以嚟第一次減啦。咁你記得到今日但係啲內銀股都唔係好領情嘅，全線下跌，越跌越多嘅。譬如好似建行咁啦，你記得到佢今日開嘅時候就報5個半啊，咁但係咧臨尾最低嘅時候咧5個2毫半都穿埋，咁啊最尾收5個2毫8，亦都跌咗4%。其實佢嗰個兄弟工行亦都唔見得好，跌得仲多，跌咗4.9%添啊今日。咁啊小型少少，譬如好似松隆行嗰啲咧，亦都跌多過4.6%嘅嚇。咁啊今日雖然譬如話內銀股做得唔好啦，咁但係其實咧國內嘅即係地產股就會做翻好少少，因為減息對內房嗰個嘅咧。作用就有啲輕微嘅幫助，包括就係話佢哋嗰個債務成本會減低啦，同埋當然啦，買家如果譬如買樓嘅時候嗰個按揭息率輕微下調咧，亦都有利嗰個樓市嗰個地產市場嗰個發展嘅，我相信。咁所以記得到咧國內嘅地產股咧，今日內房股越升越有嘅，譬如恒大地產咧，今日開嘅時候咧，咁同佢收嘅時候咧，今日咧收係直情升咗成7.2%，咁啊最尾報4個3毫2添嘅。譬如雅居樂嗰啲咧，亦都係開9個1毫4啦嚇，咁啊臨尾亦都收9個2毫半，升咗5點幾個%嘅嚇。咁我相信咧最重要就係除咗譬如話嗰個內房股做好啦，咁睇翻港股嗰度嚟講咧，其實因為嗰個嘅最主要成分股，譬如好似建行呢啲咧都跌咁多咧，咁其實都跌得幾傷，加上上證亦都穿咗2,300啦。咁我相信咧嚟緊嗰2-3個星期，譬如話好似喺呢個6月17號啦，雖然父親節。咁但係希臘嗰邊嗰個重選啦，咁我相信嗰個市場咧雖然會有啲嘅機會反彈，但係就算係反彈咧，亦都未必企得穩。咁我相信嗰個市場亦都會十分之波幅嘅嚟緊。